黄坡是湖北黄坡，湖北武汉三镇附近。湖北黄梅县附近黄坡，湖北黄梅县有东禅寺湖北东禅寺那个黄梅附近黄坡最高温36度算很热了呢。因为用的汽机车多嘛，用的冷气机多呢，排放那个氟利碳化物而造成温室气体增加了，还有北极的臭氧层，臭氧层破坏了，是北极吗？还是北半球？说臭氧层破坏了，还会造成那个地球温室效应，气温升高会造成北极的冰山都溶解了，失去了水火的平衡，是失去阴阳的调和了。你看地球温度都变那么高。